我哋嘅洗腎病人，因為佢嘅靜脈咧每周有2到3次嘅反覆穿刺，所以好多血管會出現內膜嘅增生，最終導致狹窄，內流嘅血流量咧就唔夠，咁樣就會影響我哋下一次一個正常嘅透析。所以我哋推出咗日間手術呢一種模式。舉個例子，譬如呢一個患者佢周一過嚟洗腎嘅時候咧，發現佢嘅內流嘅流量唔好，咁佢星期二一早嚟我哋呢邊，我哋嘅團隊當日就可以幫佢完成手術，做一個微創一個介入手術，將呢個狹窄解除，當日下午咧就可以出院啦。咁喺周三上午佢可以正常咁進行佢嘅洗腎啦，咁就唔會影響到佢下一個整個透析嘅節奏。呢一個模式咧，對我哋港澳地區對時間效率要求高嘅朋友就好友好啦。喺我哋大灣區血管通道中心呢一個日間手術模式之前，其他好多醫院要住院3到5日，咁樣患者佢整個住院周期就會延長，佢嘅住院嘅費用就會增加。尿毒症患者喺住院期間，佢仲需要家屬去陪伴，咁對於佢家屬嚟講，呢個亦都係一個時間同埋精力嘅負擔。想諮詢咧，或者聯繫我哋嘅朋友咧，可以留言或者轉發俾其他有需要嘅人。